国志演义第一回，宴桃园豪杰三结义，斩黄巾英雄首立功。词曰：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观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话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周末七国纷争，并入于秦，及秦灭之后，楚汉纷争，又并入于汉。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，一统天下。后来光武中兴，传至献帝，遂分为三国，推其治乱之由。代始于桓、灵二帝。桓帝禁锢善类，崇信宦官。及桓帝崩，灵帝即位，大将军窦武、太傅陈波共相辅佐，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。窦武、陈波谋诛之，做事不密，反为所害。中捐自此愈横。建宁2年4月望日，帝御温德殿，方升座。坐，垫脚狂风骤起，只见一条大青蛇从梁上飞将下来，盘于椅上，地惊倒，左右急救入宫，百官俱奔避。须臾，蛇不见了。忽然大雷大雨，加以冰雹，落到半夜方止，坏却房屋无数。建宁4年2月，洛阳地震，又海水泛溢，沿海居民竟被大浪卷入海中。光和元年，雌鸡化雄。6月朔，黑气10余丈，飞入温德殿中。秋7月，有鸿渐于玉堂，五原山岸，尽皆崩裂，种种